應用學習，讓我哋嘅同學喺高中階段接觸職專教育。故此咧，我哋因應社會經濟同埋科技發展嘅需要，持續優化同埋開發與時並進嘅應用學習課程。應用學習課程嘅數目已經係由2020至2022年度嘅41個，增至咧2025-27年度嘅55個。我哋亦都致力去加強應用學習同業界夥伴嘅協作。各位同學，你哋出嚟社會之後，你哋學咗一身武藝。如果你哋唔識得去駕馭 AI、用 AI， 尤其是比你更加聰明嘅 AI， 去幫助你去工作嗰陣時咧，你自然會被淘汰。無論係專才淨係通才嗰個訓練，最終我哋講緊嘅係我哋預備緊人啊，一個人佢係點樣喺呢個社會裏邊，透過佢個工作，透過佢不同嘅身份角色，佢可以實現佢自己，即係發揮佢自己，亦都貢獻到社會。貢獻社會，我個定義就係，即係佢會係幫緊佢身邊嘅人可以生活得更加好，無論佢喺邊一個位置，我覺得咁樣樣就已經好有意思。係咪可以發夢呢？其實係可以嘅。小學我哋都努力去回應緊生涯規劃，亦都努力希望俾小朋友一個發夢嘅動力，而呢個夢想就成為佢終身嘅職業。不過我哋當中加多個元素，就係話俾佢聽，當中會跌跌碰碰、高高低低嘅。希望各位小朋友呢要堅持落去。政府嘅職專教育當佢大力鼓吹嘅時候，佢認為呢啲嘅職專課程其實係同一般嘅學術課程，佢嘅份量係等同嘅。咁我哋點樣令到佢等同呢？有質素就等同啦。咁所以我哋明愛嘅 VPM 努力地培育賢才，透過 VPM 期望我哋拉闊咗香港嘅教育，提升香港嘅教育。有一樣嘢，我覺得我哋同學一定要有個專業性，唔好話為咗方便或者為咗一啲上司嘅壓力，我哋一定要唔可以造假，我哋一定要有個專業性，我哋要遵守，我哋一定要保持我哋嘅道德，或者嘅專業操守。家長俾我一句嘅回應，我覺得好感動嘅啫。校長，原來學生我個仔女0分 DSE 0分到30幾分，原來佢喺香港都有出路嘅喎。嗱，呢句説話好深感動到我，同埋咧亦都俾到我哋咧好大嘅決心咧，做好呢個嘅家長教育。